你顺骗人家对不对？等下有人来这拜拜啊，你物件款款的啊，赶紧走啊！辛苦啊！我有啥是我借来要互你啦，你连就枵吼。还佫有这批要互你教啦，啊无你还袂互抓着，就先寒死啊！我感觉真正足无简单的。我走遮侪工，住遮侪所在啊，拢无人报警，甚至有诶是替阮人呢。咱台湾人哦，真正足善良的。文庆，你别甲我害啦吼！文庆，你着讲出来，莫遮艰苦啦。文庆，大家拢做想你的，你赶紧回来好无？想起是咱的笑容，轻松搁自由，日子健康平安，人生幸福简单，平平凡凡就是咱。